来看台南市的体育局嘛，表出讲有性骚扰的案件，性平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了。被害的查某员工哦，透过律师声明强调讲，性别穿插打扮拢无应该是互骚扰的理由。伊嘛帮讲鼓励甲伊有同款做有的人，唔通搁再检讨家己咯。台南市体育局逼出骗骚案，国民党台南市议员林彦竹进前伫咧议会逼讲，有高层官员骗骚女员工，要求市府着要调查好清楚。体育局一礼拜前有启动性平委员会调查，也若受害者是透过律师用手写的批来发言，希望会当鼓励其他受害者会当和伊共款，勇敢对黑暗当中站出来。但他那一封信是他特别想要提的，他知道体制对被害人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希望大家努力活到有光照过去的时候，所以他觉得那是黑暗的漩涡，但是他希望勇敢活下去，然后大家不孤单的。他也很感谢市府这边愿意处理。这件骗骚案目前台南市府警方式正在调查，但是受害者委托的律师董自罪表示，受害者无按算要调离体育局，嘛要拒绝民代的协助，但是民代所无顾虑伊身为当事人的感受，甲代志压出来，认为是替骗骚案来压关声势。我需要政治操作这种议题吗？这是我看到有女性那个同仁体育局的同仁受到这一种长期的被性骚扰，我舍不得出来讲话。我们这个案子自从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啊，其实就已经送性平委员会在做相关的调查。其他同事知道的也相当有限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不便多做表示。对这件代志，台南市府强调，第一时间有召开性平委员会，甲涉案的官员调离现职，和检举者伫咧工课场未有接触到，后续爱等调查结果出来才处分。也若检举者有任何需要协助的所在，市府也提供帮助。记者综合报道。